景如，另外这方面特别来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哲，今日正式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要找伊来做副手。郭台铭的幕僚刘佑堂接受访问时嘛讲，即马其实拢还未准备要参选，安怎配，还有啥物人配啥物人，这拢是外口咧摇尔尔。伊是正式讲，国民党的副主席郝龙斌有去见郭台铭，讲到吴敦义想要和郭台铭见面，咱做伙来听刘佑堂详细的讲法。我觉得柯市长可能是针对了一些不同的情况做了一些不同的分析哦，但我想其实如果我从媒体上听起来的话，我觉得柯市长可能只是比较忧心说他讲的那个基础，就是说如果今天只有草包可以选的话，所以他可能现在对于忧虑国家的情势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些建议。但这个建议，我觉得，董事长那天有不小心遇到媒体嘛，他也有讲，这些东西都不应该是柯市长自己说了算，他应该是交给人民来决定的事。因为今天柯市长他还有在节目爆料是说，郭董真的有找他来当副手，你可以让他当副手兼阁揆，但是当场拒绝了。我觉得这应该，实际上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哦，但是我觉得其实柯市长还是必须要想一想，或者说我们全部的人都需要想一想，就是说在每天的新闻争论里面，如果都是一些谁要当正谁要当副，然后怎么样的去分配这个权力位置的话，我想也很容易遭到选民的唾弃啦。我相信其实大家的焦虑都是来自于中华民国的未来，以及台湾在中美贸易情势以及现在的国际环境情势之下，需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跟定位。那我觉得对于郭董事长而言，他其实个人并没有求取任何的位置，或者是说什么样的名利权位。所以呢，针对2020呢，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参选的一个准备。所以我觉得现在谈这些什么样子的这个位置啊，或者一个什么样子的配法啦，我觉得我一向以来都说都是臆测太多。那最近甚至有人说，可能像郭董这边可能会跟王院长就是一起，然后上演换柱，就是过去的换柱，然后变成是换台的戏码，那怎么样？你怎么看？我想这个事情啊，绝对不会是郭董事长能够安排的事情，或者郭董事长能够策动的事情。我觉得这些都高估了郭董事长对于这整件事情就是主动的能力啦。那我相信其实最重要的2020的大选是攸关台湾的前途，也攸关2300万同胞的福祉。那我相信民意最后会产生最好的结果。所以相较于柯市长的比较的话，那郭阵营这边是不是相对比较是被动参选？我们现在截至目前为止并没有参选的准备嘛，所以也没有什么主动被动的问题。之前有说三方幕僚要正式坐下来好好谈一谈，目前的进度呢？我们昨天幕僚已经都有见过面了，所以事实上我们大概谈论了大约30分钟的时间，主要是针对18号的行程。那18号其实并不是一个约好的行程，而是它是一个法会。那三方幕僚呢是在整理大家目前手边所拿到的这些邀约的内容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共通的行程，刚好就是18号这个行程。那目前来讲呢，由于这个时间上不见得能够3个人都在同样的时间，所以最后幕僚的结论是顺其自然，就是各自如果有要去，那去的时间可能也不一定，所以是不是会碰得到，可能也不会是现在就能够确定的。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去的几率并不是真的很高。之前因为大部分现在看起来都是郭跟柯王的互动比较多，那目前到底跟国民党党内，比如说吴敦义吴主席或者其他大佬有进一步的互动吗？就是大家还是寻求整合的可能性吗？郝龙斌副主席有代表吴敦义主席来见过郭董事长了，那有传达了吴敦义主席想要见面的想法。那这个部分呢，郭董事长没有排斥，所以有可能会继续安排。大概什么时间安排跟吴主席见面吗？因为这个郝龙斌主席才把这个事情传达到，那可能他会回去跟吴主席商量。那郝主席什么时候传达这个讯息？昨天。
柯市长他也说，认为郭董还是最好的总统人选，甚至说出小弟拜托你选。我不懂，你可不可以再问一次？柯市长认为郭董还是最好的人选，甚至柯市长说小弟算是小弟拜托你选。想问一下执行长这边回应。我刚刚有说过，就说柯市长他一直说。他忧心的是说，现在可能选情只剩下草包跟菜包可以选的话，他认为台湾有很大一部分的中间选民可能目前陷入很焦虑的状态。那在基于这样的理由之下，我相信他会做出很多很多的判断跟选择，那他也会给出很多的建议。那目前我想这些事情我们都有听到，但是就像是郭董事长曾经讲的，2020它不是一个任何人或者任何一个候选人他们自己的意志，而是应该交由2300万同胞的决定。因为杨秋兴他是说他个人是支持换掉韩国瑜，那因为他之前是说民调方式呢，其实对郭董不甚公平，那他自己也有证据可以证明说当初是民进党有灌票。我觉得初选都已经结束了，那我们对于初选的过程，相信过去已经表达过很多。那至于初选公不公平，我想公道自在人心，大家也都有在看，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再多做评论了。那请问郭董这边是不是他自己有花钱做了2万份民调来试一下水温？2万份，目前我是没有看到这样的民调啦。执行长刚好有说今天是最后一天回家服是？不是，我是说因为我下礼拜要去休假，所以近期内，所以可能跟大家打个招呼而已，不要多想。所以礼拜天就是也还都没有确定说目前大家会不会参加这样。我们现在参加的去的几率不是很高，因为我们其实当天是有客人的，所以然后后来发现那个活动其实在桃园，那时间点上面如果要来回的话，可能我们时间上有点来不及，那目前可能会倾向不去的几率比较高。那执行长刚刚说没有这份民调是没有2万这个数字，还是说郭董这边没有做民调？我没有看过这份民调。定期3方幕僚会在谈，就是讨论说下一次3人会怎么样的会面形式吗？你说哪3人？幕僚吗？郭科网，因为我下礼拜休假，所以我现在就不知道谁会上台。换那位副执行长？那有可能等他那个就任以后，或许他们会有进一步的查看。